朋友，我係 Connor 老師啊。今日我哋嚟講中秋節嘅故事《嫦娥和月亮》。睇下嫦娥去咗邊度？飛啊！係啊，嫦娥飛咗去月亮裏面啦。點解嘅？點解中秋節關嫦娥同月亮事嘅呢？我哋今日嚟聽下啦。原來喺好耐以前，天空上面有10個太陽。我哋一個太陽都已經好熱啦，10個太陽嘅話會點啊？係啊，會超級無敵熱啊！係啊，當時嘅天氣非常之熱，人們嘅生活都非常之艱苦啊！小朋友啊，我哋嚟數下天空上有幾多個太陽啊？喺圖片上面，準備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係啦，有10個太陽啊，所以好熱啊！當時有一位叫后羿嘅男人，佢好叻射箭㗎，佢手上拎住個靶，我哋叫弓箭。當后羿見到啲百姓咁辛苦嘅時候，佢就決定要幫助佢哋啦，所以佢就將9個太陽射咗落嚟，然後剩返幾多個太陽喺天空啊？1個太陽喺天空，望下，而家天空剩返1個太陽嘅咋，唔會再有10個太陽啦。自此天空剩返1個太陽之後，平民百姓終於可以過上好生活，佢哋將后羿封為英雄。而天神聽到呢個消息之後，亦都送咗份禮物俾后羿喎。唔知係咩禮物嚟嘅呢？小朋友，你有冇收過禮物呢？我哋喺生日或者聖誕節嘅時候都會收到禮物㗎，係咪啊？后羿拆開禮物之後，發現原來係可以令人變成神仙嘅魔法藥啊！既然呢個禮物咁重要，所以后羿就返到屋企同佢嘅太太嫦娥講咗之後，就將呢份珍貴嘅禮物收埋咗起嚟啦。但係有一日，趁后羿唔喺屋企，有個小偷想入去佢屋企啊，想攞走魔法藥。情急之下，嫦娥為咗保護魔法藥，就決定將嗰個魔法藥飲咗落肚啦。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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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當嫦娥飲完魔法藥之後，個身變得輕飄飄，然後搖身一變，佢變咗做一個神仙啦。然後飛啊飛，飛啊飛，唔受控制咁飛到去月亮嗰度，成為咗住喺月亮嘅神仙。嫦娥成為咗住喺月亮嘅神仙之後，仲遇到一直都喺月亮居住嘅玉兔添。跟住嫦娥就同玉兔講啦：玉兔啊玉兔，我好掛住地面啊，我好掛住后羿啊，不如我哋一齊去整啲嘢，令到我可以返地面啦。所以從此之後，嫦娥同玉兔就好努力喺月亮度研究可以飛返地面嘅藥。當后羿返到屋企之後，發現嫦娥飛咗上月亮啊！佢非常之傷心啊！但係佢就決定要努力令到嫦娥知道點樣飛返嚟屋企。所以喺每年嘅農曆8月15日，係月亮最大最圓嘅日子，后羿同百姓咧都會將台面放滿晒嫦娥最中意食嘅嘢，有月餅啦，有水果啦，有佢中意食嘅餸菜啦，希望佢可以快啲返嚟食。而久而久之咧，呢個習俗就流傳咗落嚟啦。從此我哋將8月15就稱為中秋節，並且仲有咗食月餅、玩燈籠同埋睇月亮嘅習俗，去紀念住喺月亮嘅嫦娥。係啦，呢個就係中秋節嘅故事啦。小朋友，你哋鍾唔鍾意中秋節呢？你哋鍾意食月餅、玩燈籠定係睇月亮呢？歡迎同 Connor 老師分享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